啊，不是，啊，你叫我准备这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你是要创啥？你都唔知影，我昨哦，吼，算唔知去哦，迄个大鱼上哦，甲我关倒喺茶房的，啊，规一暗甲我关一暗啦。靠！啊，我昨暗转来感冒啦，我今日绝对要互伊着大病啊。好，这种人来个教死。你唔知啊？啊，伊今日讲啥要穿啥保衣啊？讲要来遮游行，要来遮游街，要互人看，要验者啊。安尼哦，贵咧，迄个我用笑啊擦擦呢，伊今日寒死我骗你。嘿啊，来，我这准备这，来，准备这就是讲吼，我想叫人，啊，规庄的人拢出来，啊，若出来了后，伊想要来遮游街咧，对不对？要互伊闹开，互伊闹开，看伊偌钱，变小的有钱，嫌不少。来，注意我强咧，啊，敢若卖膏药安尼哦，吼。爱花，啊，爱花。好来，看，人这话就这啊。外国人伫学中国话。对，来呀！阮一行拢总两名，来到这个庙埕，唔是咧拍拳头卖膏药，阮今仔日是要来这表着中国功夫啊！你看卖，我这叫做气功。有人无？哎你好，好，要紧，来，我表演互你看，啊？今日礼拜拢大休，更较济，要紧，来，这来好看，来，这看卖，哎，大家真都看卖，这叫做气功啊，气功就是讲物件无去挖着，我咧切过，伊物件断去，安叫做气功。哦，有遐厉害，哎，真简单，这大家真受气，哎，大家365天拢受气，才有通学这个气功。来看卖哦，看我这手哈，你看手无去挖着这个物件，这啥物恁知无？这菜头。对，啊，恁大家拢做巧，来注意看哈，来。看这，我输着，我输着，普通拢不鸡巴你较济啊，来，嘿，一地变两地啊，咧，哎呦，厉害！我拄则来这好个啊。哎呀，内底家己切的，好，切的啦，不是，我是讲这吼，这咱内底边搁家己切，咱切的就好啊啦。来，看嘛，这啥物恁知无？报纸，对，报纸，唔是家己印的哈，报纸出的。来，看嘛，喂，注意啊，哎，头壳边，无切到你的头啊。是，嘿，注意啊，嘿，好。来，准备好势啊！好来，开始啊！嘿，啊！小等下，要创啥话？我小理者。哦，好。啊，无理等下你袂济啊。哦，对，来，变4张啦！来呀！4张8张啦，8张哎！10啦，你若无听？讲遮久，我要哪里会有啦？唔是，咱你莫讲啦。什么乡亲，大家我咧讲笑的，我甲真是有功夫咧。对个，唔是啦，我是听讲要叫恁遮来哦，莫错过这个好机会啦。什么机会？煞唔知讲迄个大鱼上哦，要来遮游街，要来遮敢若挂香咧。哦，大鱼上迄了。系啊，穿一个讲什么布衣啦，用迄树叶去吊的，啊一布，迄咱玻璃梯啊，你啦，讲什么叫做布衣啦？讲遮尔寒的天气，讲要出来遮采鸡啦。啊，报恁看啦，报恁看啦。哦，等，我底下无大鱼上，来。阮好野人要出来啊！什么？对遮过啊！哎呀，都大鱼上啊，都对啊。哦，遐做布衣啦，布衣啊。再看一下，波伊啊！这款的波伊哦，有影无得找，价单连城的啦。哎，穿一领波伊哦，较赢的穿10领棉胶被。对，无影。感冒的，阿成啊，奇怪哦，这领波衣一个青轮，那一直拍甲就一直挂起来啊！我知，这个讲这，哎呦，那这个做波衣啦。笑死人，一领衫我插一寡旗，我讲遐个做波衣啦。哇，这敢那笑的呢？笑的嘛。这波衣呢？
树仔枝啊，你凊彩炒菜尔，叫保伊哦。哦，咱嘛莫骗人。嫁到连城咧，嫁到连城咧。啊，有迄青影咧袂寒。袂啊，帅寒。笑啊！笑诶，这都听快点帮他搞笑啦！保伊咧，保伊咧，笑诶，保伊咧。奇怪，阿成，嘿，敢若叫葱油。可能去有壁哦。嘿，安尼好，赶紧带我转来，我紧转来穿衫，我要走来过开店来因兜甲伊算大声。骗的啊！就够搞这是的。重点啊，你边个安尼参卖话吼？你都唔知影，迄款人啊，哈，迄款无人情还有无人性的人，就安尼互伊重感冒一摆，安尼甲教乖一下。对啦，若无安尼个教生哦，拢唔知影死我。你都唔知啊？几几电啊？几几电啊？几几电啊？厉害啊！厉害啊！无，你是我到迄个大现象啊，家长无啊，迄工你伫咧茶房的啊，丢一丝啊，成功啊啦！我有提建议互你咧。对对。我就是有甲你摕一撮迄落吼，啊，对你欠一个情嘛。好。阮即摆阮老爷，你迄工甲变甲咧重感冒啦。哦即摆气噗噗，咱带规大阵人要来找你啊啦。你来找我？找你喏。我就知啊，我就知。别紧，安尼好，多谢你来甲我通报。吼，连工我会搁再报答你，我会报答你。吼。啊，行。这好啦。我想袂记咧，一撮互你食茶，歹势啦。无啦，小看尔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即摆先来走吼。好喏。你袂使甲阮老爷讲我有来呢。袂啦，你放心。我先来吼。好。真的啊，你即摆来一定足受气，安尼要安怎？受气一定受气的，重感冒我无受气，想这办法。啊，是要想啥物办法？对付这款人哦，办法上济啊。想啊，有啊。那行好。哎呦，是啊讲啊吼，迄店咧，第规店啊吼，是有够夭寿的啦。安尼吼，甲你创治甲安尼吼，害你安尼着大病哦。啊，这吼要找算小要哪会用诶？对，总经理，恁在外口有嘢啊？是。过好，唔能叫走油。我知。他等我来画下你就紧撞入来。那行好。几点啦？几点啦？我啦。电脑电无？上啊，你来这行行来，真济啦。行好。我甲你讲，我差一时啊，就叫恁，互恁几点啊害死。就是妹，你加几电啊，实在足无意思的哦。讲甲我讲保伊，害我冲出去险寒死。恁几点啊？甲我叫出来，我要甲伊算大声。伊有代志出去啊啦。出去，我要在遮等甲伊转来。慢些啊，咱行行。安行，我要来找你算下。找我？我差一时啊命就叫你买去。是哪？你甲我骗讲迄领是保伊。保伊啊，对啊。结果我冲出去险寒死。我啊煞变破病的病医啊。对啊。奇怪哦，我真正穿安尼遐尔啊济年啊咧，阮啊，我知，迄个衫是毋是有去互查某人摸过？无啊。无。嘿，这个叫你真正想看觅？对啊。我要请你困啊。我惊叫了去啊。因为我要出来采瓜啊。所以我叫阮某支持的，甲收起藏啊。对啦。迄领袂用讲，互查某人摸着，迄领阮查某囡仔摸着啊，就死头去啊，迄领就袂烧啊啦。啥呀？互查某摸着，安喏。就无效。你甲看嘛。你夭寿我你无真情甲我讲，我甲你讲，你无甲我讲算你毋对，即摆已经无效去啊！你500年运爱电话。你讲迄个讲钱硬气啦，莫讲安尼啦。对，我今日就买这低卡裤啦，低卡裤。有安尼，吼，钱的咱等下再来讲。低卡裤食的才转去，安尼啦，好无？这低卡裤。低卡裤。等下你煮好煮甲因烂会食的，也毋天光啊！免，你500年运摕我，我要来做。你放心，免了着急。这足紧的啦，我内面的保衣，毋是讲一项尔呢，我的宝贝是几啊项呢？我内面一个宝卡，迄个宝卡哦，安尼低卡裤放落去，水滚落去，3分钟是会食的。足紧哦。对，真是嘞。你若毋相信，我只需要做你看，来，这
摕咧宝卡，吼，甲藏落，知唔知？我知影啦水放出来，吼，好，产姐，这是萝卜卡。试看觅，来，水好，有味着无？汤味，汤，香个好食，烧水，来，看嘛，是毋是？我知影伊即摆搁咧笑想我这个宝卡，明仔载搁有好味通好看。